我經常同大家講，過咗60歲之後，有一樣嘢真係比你養生仲重要，亦都比你存錢仲重要。呢樣嘢就係同所有不斷消耗你嘅人徹底劃清界限。好多人聽完第一反應就係岑老師，你講得太誇張啦！養生係保病，存錢係到地，呢兩樣嘢點會唔如人際關係重要？我同你講錯晒，大錯特錯。易經入面有一句千古名言，叫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呢句話唔係古代文人隨便寫嘅，佢講嘅係天地間最根本嘅氣場運行規律。你身邊日日圍咗咩人，你慢慢就會變成咩人，你嘅磁場就會被佢哋潛移默化咁同化。你每日睜開眼見到嘅人，佢哋身上帶嘅係陽氣定係陰氣，聯繫福氣定係晦氣，直接決定你嘅健康走向同運勢興衰。就算你作息規律，飲食清淡，日日煲養生湯，但如果每日都同啲吸你精氣神、搶你運氣嘅人打交道，身體遲早都會垮掉。人到咗60歲就係一個甲子嘅完整輪迴天道，到咗呢個節點就會逼住你做人生嘅減法。你嘅陽氣已經唔似後生仔咁生猛旺盛，經不起無底線消耗，又經不起大嘅情緒波動同折騰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好好傾下，人到晚年有4種人你打死都唔好見，見一面接受3年行衰運到年底。有5件事你一定要睇開，仲有3件養生嘅事你必須要做，聽得明白，跟住去做，你嘅晚年一定會活得通透，健康有滋有味。好多人以為運勢係天注定，要麼睇八字，要麼睇風水，但其實有一樣嘢比所有呢啲加起嚟都重要，就係你身邊嘅人同每日接觸嘅氣場，一點一滴嘅影響日積月累，其實都喺度塑造你嘅運勢走向。所以管好自己身邊嘅人，呢個絕對唔係自私，又唔係絕情，而係你認認真真咁經營自己嘅命運。如果你覺得講得有道理，記得點讚訂閱，喺評論區留低福壽安康4個字。祝各位老友晚年順心，福氣滿滿。我今日講嘅每一句話都係我幾十年睇人睇事總結出嚟嘅血淚經驗，每一個案例都係我身邊真實發生嘅事，你耐心聽落去一定會有收穫。第一種人就係中意炫耀，事事都要同人爭高低嘅朋友。人活咗幾十年，邊個冇幾個從小玩到大嘅老朋友，退休之後時不時聚下飲下茶，聽落係幾愜意嘅事。但你有冇發現有啲聚會你出門之前滿心期待，返到屋企之後個心卻塞得好辛苦，成晚都瞓唔好，因為成個聚會由頭到尾都係一場沒有硝煙嘅比賽，冇半分真心可言。講子女比成就，講買樓比資產，講身體比保養，表面上互相問候，骨子入面就係互相攀比。道家有講，陽氣一定要來手，60歲之後你嘅精氣神係用嚟養自己嘅，唔係用嚟同人鬥氣較勁嘅。你每見呢種朋友，一次心火就旺，一次肝氣就鬱結一次，返到屋企就會胡思亂想，越諗越瞓唔着，見得多身體只會越嚟越差。我以前有個學生係香港旺角人，退休之前係銀行部門經理，性格本來好平和知足，退休之後有一幫中學同學，每個月都有在尖沙咀高級酒樓住會，每次聚完返嚟佢都會失眠2、3晚，食唔落飯。佢同我講，圈子入面有個同學，個兒子做咗地產開發商，每次聚會都不停炫耀豪車、旅行同孫仔嘅國際學校，其他人也跟住附和，輪流晒威水，成個包間都充滿攀比嘅味道。佢坐喺旁邊聽住，返到屋企就會諗，點解人哋嘅子女咁叻，自己嘅子女就普普通通？越諗越覺得自己冇用。我問佢，既然聽完咁難受，仲去呢啲聚會做乜嘢？佢話唔好意思唔去，怕俾人講閒話。我同佢講，你嘅不好意思只係虛無縹緲嘅面子問題，但你嘅失眠同唔開心係實實在在嘅身體同心理問題。你嘅面子值幾多錢？你嘅身體又值幾多錢？你仲要諗清楚。
呢啲中意炫耀嘅人，其實自己活得一點都唔快樂。佢哋需要通過別人嘅羨慕嚟證明自己嘅價值，本身就活在焦慮入面。你同佢哋一睇完，佢哋嘅焦慮就會像病毒一樣傳染俾你。孔子都講過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真正值得來往嘅朋友係可以坐喺一次飲杯淡茶，大家都覺得心裏踏實嘅嗰種，而唔係令你越傾越焦慮嘅嗰種。道家有講，知足者父，你退休咗，有得食，有得住，身體過得去，子女平平安安，呢個就已經係天大嘅福氣。同人比，永遠都冇盡頭。將心思放返自己身上，珍惜當下，呢個先係60歲之後應該有嘅格局。後嚟呢個學生慢慢減少咗去攀比聚會嘅次數，改為同2、3個真正傾得嚟嘅老朋友，每個禮拜去旺角公園飲下茶，傾下嗰種花同孫仔嘅趣事。冇幾耐，佢嘅失眠就好咗，心情又開朗咗好多。佢同我講，以前參加聚會返嚟總要難受好幾天，而家同老朋友飲杯茶，返到屋企嘅心暖烘烘嘅。當晚一定瞓得好。60歲之後嘅人真係質量絕對比數量重要，心暖也比熱鬧重要。第二種人就係退而不休，日日掛住以前職場是非嘅老同事。退休之前大家一齊拼搏加班，感情睇上去好似好深厚。退休之後本來應該各自回歸平靜，但有啲人就係放唔低過去，仲日日同以前嘅老同事搞在一起。聚咗一次傾嘅依然係當年邊個升職唔公平，邊個搶咗邊個嘅功勞，邊個嘅退休金多幾百蚊。呢啲聚會根本唔係敘舊，佢係將職場上嘅火氣、怨氣同是非硬生生搬入你嘅晚年生活。你有冇諗過點解同老同事聚完餐返嚟總是會瞓唔好？好多人以為係飲多咗酒或者傾得太耐，其實根本唔係，係你嘅氣場被擾亂咗。從五行嘅角度嚟講，職場屬於火嘅能量，充滿競爭同躁動，氣場係向外發散嘅消耗性能量。但退休之後，我哋回歸家庭，呢個係土嘅能量，要安穩靜止，要滋養脾胃同心神。火太旺就會燒土，你將職場嘅火氣帶返屋企，當然會擾亂本身嘅土氣，搞到脾胃不和，心神不寧。我認識一個香港島銅鑼灣嘅阿伯，退休之前係政府部門高級官員，風光咗30幾年。退休之後，佢成日覺得空落落嘅，日日約老同事飲茶，每次都傾以前嘅是非恩怨，返嚟就失眠心慌，脾氣暴躁，同老伴經常吵架。佢同我講，好似只有同老同事喺一起講以前嘅威水史先可以揾到存在感。我同佢講，你呢個係仲未從過去嘅榮光入面走出嚟，你而家已經唔係高級官員啦，只係一個普通嘅老頭子。你要接受呢個事實。佢一開始好唔服氣，話自己當初管理咗上百號人。我同佢講，你當初嘅成就同而家有咩關係？你去街市買菜賣豬肉嘅唔認識，你去公園散步也冇人會再叫你某某局長。大家都係平等嘅普通老人。後來佢將以前嘅西裝領帶全部收晒，換上普通嘅 T 恤短褲，每日去街市買菜，幫老伴煮飯，同隔離鄰舍傾偈。去維多利亞公園、太極下棋，過咗唔到3個月，佢失眠心慌嘅毛病就全部好咗，脾氣也溫和咗好多。佢同我講，其實街市比任何高級酒樓都熱鬧，同街坊傾柴米油鹽，比同老同事講是非開心好多。退休唔係失去乜嘢，只係換咗另一種活法。職場俾你嘅係地位同收入，晚年俾你嘅係時間同自由。呢兩樣嘢邊一樣更珍貴？你自己要諗清楚。易經入面嘅遁卦講嘅就係適時退隱，順勢而為。你退休咗，老天爺就已經幫你打咗一張遁卦，跟住呢個方向走，人生先可以進入下一個更好嘅階段。第三種人就係負能量滿滿，日日中意抱怨嘅人。呢種人其實係最危險嘅，偏偏最唔容易被你察覺，因為佢哋通常都唔係咩壞人，
可能係你認識咗幾十年嘅老朋友，甚至平時對你好好，但佢就係日日同你訴苦伴，抱怨子女唔孝順，老伴唔體貼，身體差，物價貴，總之萬事都覺得唔如意。每次同你見面，就好似喺你身上安咗一條無形嘅管子權，將佢所有嘅負能量源源不斷咁輸送俾你，將你當成情緒垃圾。統易經講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你身邊嘅人帶住咩氣場，時間長咗，你就會被佢同化。你有冇試過同某個人傾完偈之後，感覺全身疲憊，冇晒精神？呢個就係被對方消耗咗你嘅陽氣。時間長咗，你都會變成像佢一樣，開始日日抱怨題，乜都唔順眼。你一抱怨，心神就會渙散，氣血就會唔暢通，各式各樣嘅毛病就全部出嚟。我認識一個新界元朗嘅老太太，退休之前係醫院護士，性格本來好開朗。佢有一個認識咗50幾年嘅老姐妹，感情一直好好。但個老姐妹退休之後，因為子女唔孝順，老伴走得早，慢慢變得好負面。每次見面都係不停抱怨呢個老太太心軟，每次都認認真真開導佢，但對方毫無改變，慢慢咁老太太自己都開始變得低落，一睡眠變差，以前中意嘅嗰種花跳廣場舞都唔想做咗。我同佢講，你呢個老姐妹根本唔係喺度找解決方法，只係要找個人倒垃圾。你每次都幫佢接住，結果就係佢輕鬆咗，你嘅人就沉重咗，你嘅陽氣就被佢吸走咗。你可以同情一個人，幫助一個人，但絕對唔可以讓自己陪着佢一齊沉落去。呢個唔係冷漠，而係人生嘅智慧。而經講，君子以厚德載物，厚德係要有足夠嘅力量先可以承載得到。你自己嘅陽氣都快唔夠啦，仲要去承載別人嘅陰氣，呢個唔係厚德，而係損害自己。後來呢個老太太慢慢減少咗同老姐妹見面嘅頻率，有以前每個星期見2次，改為每個月通1次電話。一開始佢心裏面好愧疚，覺得自己唔夠義氣，但過咗冇幾耐，佢嘅睡眠就好咗，心情也開朗咗，又開始做自己中意嘅事。佢同我講，終於明白咗，你只有先將自己照顧好，先有能力去幫助別人。你自己嘅燈都快熄咗，點去照亮別人呢？所以各位老友記，如果你身邊有呢種日日抱怨嘅人，一定要趁早同佢保持距離，唔好俾佢消耗你嘅陽氣。第4種人就係舊情未了嘅前任，呢種係最要命嘅一種，偏偏好多人都唔當回事，覺得大家都一把年紀，左見一面又可以點樣？我同你講，真係可以出大事。好多人就係因為一時心軟，見咗一面前任，搞到晚節不保，家庭破裂，身體垮咗，最後落得孤苦伶仃嘅下場。人老咗，日子過得平淡咗，有時難免會諗起年青時愛過嘅人，心裏面隱隱約約會有個念頭想去見一面。呢個念頭聽落雖然係人之常情，但你千祈唔好付諸行動，因為中醫講心為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你嘅心，君主絕對唔可以亂心神，也唔可以隨便俾人擾亂。60歲之後，你嘅心氣已經走向收藏，唔再經得起太大嘅情緒波動。見咗面往往會出現3種情況，每一種都對你冇好處。第一種，你發現佢老咗醜咗，最後唔係當初年輕嘅樣子，你心入面美好嘅回憶會瞬間崩塌。呢種巨大嘅失望對你心神嘅衝擊非常大，好多人就因為咁搞到心悸、失眠、血壓飆升。第2種，兩個人見咗面之後舊情復燃，開始偷偷聯絡，結果俾老伴發現，搞到夫妻反目，子女唔理解，最後眾叛親離。第3種，你發現佢過得唔好，心生愧疚，不斷投入時間金錢幫忙，最後搞到自己家庭不和。無論係邊一種情況，對你嚟講都係一次好大嘅陽氣損耗，連運勢都會跟住大亂。我以前見過一個沙田嘅阿伯，今年68歲，同老伴結婚40幾年，感情一直好好，子女亦都好孝順。
去年同學聚會，佢見到咗自己年輕時嘅初戀，兩個人幾十年冇見，覺得當年分開同好遺憾。從嗰次之後，兩個人就開始偷偷聯絡，越傾越投契。結果冇幾耐，俾佢老伴發現咗聊天記錄，老伴傷心欲絕，搬去咗個女度住，話要同佢離婚。兩個子女亦都好嬲，唔肯理佢。佢自己一個人住喺空蕩蕩嘅屋入面，每日鬱鬱寡歡，不久就中風臥床，個初戀也消失無蹤。最後還是老伴和子女返嚟照顧佢。佢同我講真係好後悔，如果當初冇去見呢一面，就唔會搞成今日咁樣。我同佢講，有啲嘢留在記憶入面先係最好嘅保存方式。一旦見咗面，呢個美好就會被現實無情打碎。你失去嘅唔止係一段回憶，仲有你原本幸福美滿嘅晚年生活。我年青時也曾經有人帶過話俾我，話有個以前認識嘅女仔好想見我一面。我諗咗好耐，最終都拒絕咗。呢個唔係無情，而係因為我知道有些距離一旦打破，就再亦回唔到從前。與其見咗面之後失望，不如將呢份美好永遠留喺心入面。講完呢4種絕對唔可以見嘅人，我再同大家講下，有5件事你一定要睇開。呢5件事好多人想咗一輩子都想唔通，困咗自己一輩子，活得好痛苦。今日我就幫大家捋清楚，睇開咗呢5件事，你嘅晚年就會過得好輕鬆好自在。第一件事就係要睇開過去嘅榮光同埋身份。退休之前，你可能係處長、局長、經理、教授，前呼後擁，一呼百應。退休之後，冇人再同你端茶倒水，冇人再同你請示匯報，出門口也冇人再叫你某某場，你嘅心就會空落落嘅，覺得好失落。好多人就開始日日活在以前嘅榮光入面，放唔低自己嘅官架子，擺唔正自己嘅位置，同身邊嘅人格格不入。我見過一個屯門嘅退休校長，退休之後出門口仲要穿西裝打領帶，同隔離鄰舍說話都擺出一副領導嘅架勢。結果冇人願意理佢，佢自己亦越嚟越悶悶不樂，最後仲得你抑鬱症。我問佢，你而家日日咁樣，你快樂嗎？佢沉默咗好耐先低聲話，我唔快樂，但唔咁樣做，我更唔快樂，覺得自己仲係一個廢人。孔子講70而從心，所欲不逾矩。人到咗呢個年紀應該活得自在，真實為自己而活，而唔係活俾別人睇。道家亦都有講共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事情做成功咗就應該退下來，唔好執着於名利，心神先可以得到安定。後嚟呢個校長慢慢想通咗，將所有嘅西裝領帶全部捐咗出去，換上普通嘅衣服，開始同隔離鄰舍下棋，同早市嘅小販傾偈，仲去社區中心做義工，幫小朋友補習功課，幫老人跑腿買東西。佢同我講，嗰些小朋友叫佢一聲陳伯伯，比當年全校師生叫佢陳長還要舒服100倍。嗰一刻我先明白，人最值錢嘅從來都唔係頭銜同地位，而係被別人真心需要嘅感覺。退休咗就應該放下身段，回歸生活本身，做一個普普通通嘅老人，去街市感受下人間嘅煙火氣，幫老伴煮下飯，同隔離鄰舍聊聊天，過平平淡淡嘅日子，接地氣。你嘅脾胃先可以好，你嘅覺先可以瞓得香，你嘅運勢先可以穩。易經入面嘅謙卦係64卦入面唯一一個六爻皆吉嘅卦，因為謙就係謙卑放下，接地氣。你越謙卑，你嘅氣場就越穩，你嘅運勢就越好。第二件事就係要睇開子女嘅事，學會放手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馬牛。呢句話邊個都會講，但真正可以做到嘅冇幾個。好多老人一輩子為子女操勞，從上學到買房帶孫，貼光自己嘅老本同退休金，將自己嘅老命都搭埋進去。易經講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卦，都有自己嘅命運軌跡。父母嘅卦係管唔到子女嘅卦嘅，呢個就係天道。
你硬要插手包辦，其實喺逆天而行，不但幫唔到子女，反而會害咗佢哋，又會傷到你自己。道家有講，小孩子係純陽之體，需要經過磨練先可以成才，過度保護同溺愛，其實係逼住咗佢哋成長嘅機會。60歲之後，你最重要嘅任務係養好自己嘅身體，唔好俾子女添麻煩，呢個先係對子女最大嘅支持。你將自己身體搞垮咗，子女仲要請假過嚟照顧你，呢個先係真正嘅麻煩。你自己活得健康開心，子女出門上班個心先可以安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愛。愛唔係控制同包辦，而係放手，子女有佢哋自己嘅路要走，由得佢哋去闖，去吃苦，去經歷。只有佢哋自己痛過、跌倒過，先會成長。太多父母將子女保護得太好，咩都同佢哋安排好，結果子女到咗40、50歲，仲好似個細路仔一樣，冇主見冇擔當，一遇到困難就跑返嚟找父母，一遇到挫折就直接躺平啃老。呢個唔係父母嘅功勞，而係父母嘅罪過。易經嘅窮卦講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你幫子女將一切都包辦咗，就係喺剝奪佢哋自強不息嘅機會。所以60歲之後最好嘅愛就係放手，唔好再事事都管，將時間同精力留俾自己，好好享受晚年生活。第三件事就係要睇開婚姻嘅摩擦，學會包容同遷就。老夫妻嘈咗幾十年，你而家仲想去改變對方，改唔到嘅，真係改唔到嘅。而個人嘅脾氣、性格、習慣，到咗6歲基本上都已經全部定人。你再怎麼努力，再怎麼吵，都係白費功夫，而且越嘈就會越傷感情。我見過一對葵青區嘅老夫妻，嘈咗幾十年雞毛蒜皮嘅小事，最後兩個人都得了嚴重嘅高血壓同心臟病，每日都要食好多藥，情緒激動，最傷肝又傷心，日日吵交，身不寧，肝氣鬱結，氣血不通，身體當然好唔到。去邊道家有講，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。婚姻其實亦都係一樣，要若去像包容同不爭。易經嘅家人卦講嘅就係家庭之道，內核就係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職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。60歲之後不如換一個心態，將對方當成你嘅老室友，大家互相尊重，互不干涉，和平共處。你跳你嘅廣場舞，佢佢嘅象棋，佢中意食甜嘅，你就煮多份甜嘅；你中意食鹹嘅，就自己加少少鹽。生病嘅時候互相遞杯水，互相照顧一下。呢個就已經足夠少。動氣多動情，少抱怨多包容，呢個先係老年婚姻嘅智慧。我同我老伴結婚50幾年，從來都冇紅過臉。好多人問我有乜秘訣，我話冇乜秘訣，就係唔好試圖去改變對方，要學會欣賞對方嘅優點，包容對方嘅缺點。佢中意食辣，我就陪佢食少少辣；我中意飲茶，佢就每日幫我泡好茶。幾十年如一日，大家互相遷就，日子就過得好舒服。人到晚年，身邊有個人知冷知熱，生病嘅時候有人照顧你，呢個就係世界上最大嘅福氣。唔好因為啲無關緊要嘅小事傷咗幾十年嘅夫妻感情。第四件事就係要睇開親戚間嘅舊怨，學會放下。親戚係有血緣關係嘅人，本來應該係世界上最親嘅人。但人老咗反而好容易因為一啲幾十年前嘅陳年舊事翻舊賬。當年父母偏心借錢未還，分家不管這些事，老咗居然仲要賴出嚟坐到墳墓重囚，最後老死不相往來。從易經嘅角度嚟講，心胸狹窄跟計較呢係坎卦嘅困局。坎為水，水被堵住咗，就會積聚成死水，對應咗人身上，就會導致氣血唔暢通，經絡堵塞，引發各式各樣嘅疾病，運勢跟就一起堵死。反過嚟講，如果心胸寬廣，能夠放得低過去嘅恩怨呢，就係震卦嘅生發之氣，氣脈通暢，身體自然健康，運勢自然好轉。我認識一個大埔嘅阿伯，
今年75歲，佢有2個弟弟，1個妹妹。小時候家裏窮，父母早逝，佢作為大哥，辛辛苦苦將弟弟妹妹拉扯大，供佢哋讀書，幫佢哋成家立業。但份家產嘅時候，鬧得好僵，兄弟姊妹反目成仇，10幾年冇來往。呢個阿伯心入面一直好唔開心，好壓抑。後嚟佢聽咗我嘅話，覺得都一把年紀咗，仲計較呢啲做乜嘢？於是佢主動聯繫咗弟弟妹妹，組織咗一次家庭聚會，將當年嘅事講清楚，放下咗過去嘅恩怨。佢話那些當年嘅恩恩怨怨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咗，只記得小時候大家一起捱苦嘅日子。而家佢哋兄弟姊妹感情特別好，日日互相問候，時不時住下，一係出去旅遊，誰有困難大家都一係幫忙，個個都活得好開心，身體又好。我見過好多老人同親戚鬧翻咗老死不相往來，臨終之前心入面最放唔低嘅，依然係嗰啲從小一起長大嘅親人留下終身嘅遺憾。易經嘅太卦講小往大來，你願意放下小嘅恩怨同利益，先可以得到大嘅幸福同回報。放下咗舊怨，你得到嘅係晚年嘅親情陪伴，身心嘅健康同運勢嘅通暢。呢個買賣真係劃算嘅很。第5件事，就係要睇開體檢報告嘅數字，唔好俾數字綁架咗你嘅生活。呢點我必須要重點講，因為好多老人在呢件事上越走越深，也越活越苦。好多老人將體檢報告當成聖旨，血壓高咗一點點就嚇到整晚瞓唔着，血糖高咗一點點就日日打針吃藥，膽固醇偏高就將所有好食嘅嘢全部戒掉，成個人活得戰戰兢兢，冇晒樂趣。我同你講，人到咗60歲，身體機能自然會下降，就好似一架用咗幾十年嘅舊車，總會有啲零件磨損，總會有啲小毛病，係好正常嘅生理規律，冇什麼好怕嘅。你唔好將呢啲小毛病當成天大嘅事，日日擔驚受怕自己，嚇自己。好多時候唔係病嚇死你，係你自己嚇死自己。好多病都係嚇出嚟嘅，日日焦慮緊張，導致內分泌失調，免疫力下降，小毛病就變成咗大毛病。我見過一個將軍澳嘅老太太，今年62歲，上次體檢發現血壓稍微高咗1點，145/95。醫生話只要注意飲食多運動就可以啦，唔需要食藥。但佢就嚇到唔得了，日日量血壓，焦慮不已，亂吃藥，反而得到嚴重嘅焦慮症。後嚟佢找我，我同佢講，你嘅血壓根本就冇大問題，問題係你嘅心態。你日日擔驚受怕，情緒緊張，血壓自然就會高。你放輕鬆啲，該食食，該瞓多，出去行下，同朋友傾下偈，血壓自然就會降下嚟。佢聽咗我嘅話，唔再日日量血壓，也唔再亂食藥，每日去公園行下，跳廣場舞，食飯，亦都正常咗冇幾耐。佢去醫院複查，血壓就恢復正常咗，焦慮症也可好咗。所以各位老友記，體檢報告只係一個參考，唔係判決書，唔好俾上面嘅幾個數字綁架咗你嘅生活。人到晚年最重要嘅係心態好，心情好。只要你食得落，瞓得着，行得動，精神好就係健康。唔好為咗追求所謂嘅正常數值而犧牲咗生活嘅樂趣同自己嘅心情。最後我再補充一點，好多人聽完我講嘅呢啲道理之後會覺得，我而家疏遠啲消耗我嘅人，自己係咪太過自私絕情？我同你講，你呢個想法本身有個大坑。什麼叫做自私？自私係損人利己，係損害別人嘅利益嚟滿足自己。你而家疏遠那些不斷消耗你嘅人，你根本冇傷害任何一個人，你只不過係選擇咗不再將自己嘅精氣神、時間同心情白白浪費掉。你有絕對嘅權利去選擇同誰來往，有絕對嘅權利去保護自己嘅身體，也有權利讓自己嘅晚年活得舒服一點。呢個唔叫自私，呢個叫做自愛，呢個係對自己負責。儒家要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修身永遠係擺在第一位。
你連自己都未曾修好，連自己嘅身體同心情都照顧唔好，你憑什麼去齊家，又憑什麼去幫別人呢？你將自己嘅氣場守好咗，身體好咗，精神好咗，你先可以真正俾身邊嘅人帶嚟正能量，先可以真正幫得到別人。所以管好自己身邊嘅人，遠離消耗你嘅人，其實係一種大愛，絕對唔係自私。你將自己照顧好咗，你就係身邊人嘅福氣。各位老友記，過咗60歲，人生就正式進入咗下半場。上半場我哋為咗家庭、子女同工作拼搏咗幾十年，付出咗太多。下半場我哋應該為自己而活，好好享受剩下嘅日子。下半場拼嘅唔係錢同地位，拼嘅係健康心態，拼嘅係身邊有冇幾個真心對你好嘅人，拼嘅係活得開唔開心。遠離呢4種消耗你嘅人，睇開呢5件事，做好自己該做嘅事，你嘅晚年一定會過得幸福美滿，無憂無慮。希望今日講嘅呢啲嘢可以幫到大家身體健康，福壽綿長，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，安享晚年。